出。今日嘅比堅尼指數係極高。呢排咁鬼死熱，全港沙灘當然逼爆人。唔單止香港嘅沙灘係咁啊，就連海南島嘅沙灘都有一班比堅尼嘅靚女啊！喺電影《戀下戀下戀戀下》裏邊，就有成班嘅比堅尼靚女喺熱辣辣嘅陽光底下曬青春見大愛心。聽到話有個小朋友浸親，就成班老遠咁跑去救人，點知一輪奔波之後，先知道係俾人玩啊！抵抵死死，笑笑騎騎，爽過去沙灘。比堅尼指數由電影《戀下戀下戀戀下》贊助播出。一個月黑風高嘅晚上，一個人山人海嘅大場，繼神級婚禮之後，林海峰又一傑作《末日派對》2012農曆年最有機會喺紅館舞台上大開化妝，即上賣903個方案，一齊是但扮求其驚，扮得最驚嘅就請你上台。15明星林海峰是但一，我好驚。HTC 玩上身，林海峰是但一，我好驚。大會指定信用卡，建行亞洲信用卡聯合贊助，萬樂珠、Shell、新女網。一筆一畫寫出細膩情感，一字一句都令人刻骨銘心。孫耀威全新國語創作大碟《沒有說再見》，親自參與曲詞創作，首輪主打《You and I》。